明天9点钟，晚上9点钟，拿错掉，要去过生了。
那个吗？这个舞蹈这推广不起来。我现在可以说吗？知道，可以知道。今天我们是经过美女是谁啊？是吗？小朋友。我帮你们结婚有女儿吗？没有。那苏万达。
几点钟啊？我也你认识他吧？不认识不认识啊。你不是找你家的吗？我只是想跳舞。嗯。大吗？几点钟？9点半了吗？就转了9点半。喂，没跳多久哎。兄弟哥，啊。这是你的微信，然后1号的时候我们是你帮我们订开始。对。对。那你没有了？我是这个朋友。哦。1号那个拉错了生日。哦，拉错，哦。然后我们想的是你订的那个好看。哦，可以。我就找你。然后我等一下你微信上面给你发。好嘞，好，没事，好，把那个加了。给我们证明。啊，对。谢谢。没事。我在这儿，帮我弄一下。等一下，到了上面去，哎。没事。快。让客气，客气。走。哦。哎呀。走了。估计4个人加。拜拜，9点半。拜拜。哎，不是，我要那边过去。你要录了那个随便的。过去吧。啊，这哪里在哪跳？